菲律宾边界海峡界线谈判，卡连咱东部外海。外交部讲已经确认未影响咱的主权，嘛有学者建议要争取协商。伊朗空袭巴林，可能着造成伤亡，话美国攻击瓜西五岛，正是影响伊朗经济。美国讲伊朗愿意协商提出计划。瑞典拍算甲刑事这一名年会降到13岁，上当判4年。这个法案月中会提交国会表决，若通过，上紧4月份会实施。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妮。今日新闻，咱要先来看捷克的参议院议长魏德节访问咱台湾，参加夏威夷长椅公共艺术计划这个活动。这个作品是2只医疗甲1只圆岛的结合，代表和平的对话。今仔日早起，魏德节嘛甲前总统蔡英文参加政治大学办的夏威夷对话论坛。讨论对抗威权、强化公民社会等等的议题。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甲一个政治头人甲部显开，讲回采2条椅仔甲1只圆岛仔，这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长椅仔，象征和平对话的公共艺术，就设伫台湾森林公会，希望透过日常的空间，延续人权甲民主的价值。Tím poselstvím je v klidu si sednout, povídat si, vyměňovat si názory a hledat řešení a přitom nemyslet na sebe, ale na ty okolo nás. 我想这不只是一个公共艺术，更代表台北与捷克紧密结合的关系。所以透过对话，能够相互的理解，能够化解歧义，建立信任，而进一步的合作。所以不只是民主伙伴之间应该如此。国内不同政党之间也应该如此。哈维尔的长椅是全国性的公共艺术计划，这摆的永远设伫台北，是接伫日本甲韩国后亚洲第3个展出的城市。那拜3早起，为了饲甲前总统蔡英文去参加政治大学举办的哈维尔对话论坛，讨论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安怎对抗威权，甲强化公民社会。各伫面对国际局势变动，要安怎透过下国家的对话，延续人权的价值。Democracy depends not only on institutions, but also on citizens who are willing to speak honestly, act responsibly, and participate in public life. In Taiwan, as in Czech Republic, I believ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have a powerful voice in shaping our collective future. 另外，这摆毋但会展出哈维尔长椅仔，6月10日进前伫捷运台湾森林公会站嘛会举办纪念哈维尔熟识甲切分的摄影展，互民众体会真理甲爱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看中国进前捌派一个海警船伫咧东部台湾东部外海巡航，想想讲，若是久来，就会当甲遮当做引导鞋，而且甚至是愈食愈过来。所以，即马日本为着要牵制中国，甲菲律宾做伙启动经济海峡界线的谈判。这个界线的谈判，因为范围牵连咱台湾东部外海，有可能会影响咱海洋的权益。外交部伫咧今仔日上新的回应，是已经有确认，日本甲菲律宾这一届谈判的过程甲结果，未影响咱台湾的主权。而且有学者认为讲，台湾都要争取谈判。进行3边的协商，也就是台湾、菲律宾甲日本3边的协商，而且向国际来传达咱台湾对海洋权益的主张。那讲到这，日本甲菲律宾是安怎的合作呢？学者分析，伫咧这第一岛链，日本认为讲菲律宾是较有够力的，想要透过甲菲律宾的合作来牵制中国伫咧南海势力。那对菲律宾来讲，因为因海顶防卫较弱。日本有意愿甲退役的军舰配合菲律宾来强化因海防的战力。这对日本甲菲律宾双方来讲，会当讲是互相合作，来达到个人的需求甲目的。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甲大陆嘅划界谈判，有关的范围可能牵涉台湾东部外海。外交部第一时间回应讲，肯定立非透过对话解决海事问题。我用质疑态度消极。外交部找三上新的回应，已经请驻外关处向立非两国确认，谈判的过程甲结果对台湾的国际法甲海洋法的主权权利拢无影响，也不影响我国与日本签署之台日渔业协议，以及与菲律宾签署之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等既有机制之执行。我方再度呼吁日菲必须考量此一事实，
充分考量我方权益，并就相关议题与我国进行协商。针对渔民的权益，咱国甲日本、菲律宾依早有分别签署渔业协定，渔业署强调会依照既有的协商平台保障渔民作业的权益，海巡船舰嘛会持续保护渔民。像现在在西北海域、东北海域，还有台日海域、台北海域，都有派我们大舰在执行相关的勤务，在护渔的工作，所以不会影响到渔民的权益。外界推测日菲划界范围应该是按日本北方山群以南、菲律宾巴丹群岛以北延伸200海里，影响的范围变作大日菲三方经济海域高度定塔。学者讲，台湾渔民的权益代表国家主权，台湾就是当事人。争取同时跟日本跟菲律宾进行所谓的这种三边的这一次谈，不要分别谈。分别谈的话，可能就是会花费更多的这个时间，更多的这个变数。日本跟菲律宾忽略掉台湾，没有来跟台湾来谈的话，变成中国实际上面来插手，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利的。另外，中国海警船借机侵了台湾东部海域，张志东认为台湾爱参加谈判，争取三国协商，以来向国际传达台湾在海洋的权益。同时阵嘛，对外展现台日菲伫第一岛链共同合作，防备中国海上执法。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就是6月初4。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根据报道，有受难者的家属组成的团体天安门母亲，因收到公安局的通知，头一届禁止因伫咧6月初4的这一天去北京的公墓祭拜亲人，而且嘛袂使举行悼念的仪式。专家分析，照中国目前的局势来看，会安尼做就是要稳定政局，以防有人利用机会串联来发动抗议。执政当局和最高民意代表机构，所谓全国人大，应该勇敢地面对以往的罪行。民众镜头念这文，88岁张先玲是六四受难者的家属，第37周年的进程，持续呼吁中国当局和社会爱拒绝放袂记追求正义。当时身在北京的人们不会忘记那晚震耳欲聋的枪声、装甲车的轰鸣，以及救护车的鸣笛和群众愤怒的呼喊。1989年，一粒枪子射入去因后生倒平头壳遐，按倒院后壁扛出来，骨头到今也藏伫北京西郊万人公墓骨灰堂。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伤者家属陆续接到通知，今年头一届禁止入去万人公墓，嘛袂使有追悼活动，显示中国加强封锁维稳的力量。他们不希望在这个明年21大之前发生一些什么太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抗议，或者是趁着现在中国经济比较下滑的时候，有借着6·4的方式来串联或借题发挥。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是能尽可能的把这个维稳的力道，或者经费，或者是这个注意力能拉到多高就多高。专家讲，中国想要化消社会反弹，就哪像压力锅同款，短期会当维护政权，若是看袂掉，恐惊会发生更加大规模的民怨。今年5月底，63期的六四纪念馆嘛有人恶意破坏。长期踮台湾举办纪念活动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讲，中国用破坏行动宣示威权，并不是头一届。中共花了很多的统战费用在这个在台湾在做这种反制6·4的这种作为呢，其实是得到反效果了。几十个人权甲民间团体要伫六四当天踮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集会，强调六四记忆若是社会的对道，嘛是台湾爱共同守护价值底线。尤其面对中国的威胁，过来条也就要明确表示袂使道歉。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会公布301条款调查的结果，台湾防疫组建议要加扣10%的税率，不过这也未正式定案，嘛也未生效。行政院台美经贸小组表示，对顶贸易协定，美国扣台湾的关税可能会扣较低，而且经301调查了后，都积极有甲美国咧沟通。这一个公告是调查的听数之一，税率也未正式定案。7月底进前，上尾的结果就会出来，希望咱台湾会当摕到相对优惠的待遇。继续来关心台湾地区的局势。
伊朗对巴林甲科威特等附近的国家发动攻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停飞。了后，美军反击，空袭荷姆兹海峡附近的瓜西姆岛，或者情势各一个加悬。其实战争对伊朗造成真大经济压力，通货膨胀加悬到二战了后的新高。因那美国国务卿罗比奥讲，伊朗已经同意协商核子计划。美军持续战略封锁霍姆兹海峡，伫吹里发射地下气飞弹，叫做一台驶向伊朗的波扎纳级油轮，致使伊失去动力。接续伊朗发动无人机甲飞弹攻击科威特甲巴林，佮宣布讲击着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总部。美国讲即款攻势拢有防空系统哪吒无拍着目标，毋过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受损，人员伤亡，宣布暂停所有航班。美军嘛空袭霍姆兹海峡的甲西姆岛，破坏通讯设备。中东情势紧张，互吹三个国际油价搁再起价。美国、伊朗伫顶礼拜完成初步停战的协议，也未签署。不过，这礼拜并无进展，双方搁再互相攻击。伊朗媒体报道谈判已经停止，不过川普讲谈判一直咧持续进行。国务卿罗比奥对国会讲，未用解除制裁来交换开放霍姆兹海峡。伊朗嘛已经落软，愿意来谈判赴计划。That for the first time, certainly in my memory, they have agreed to negotiate aspects of their nuclear program that just a month ago or just a year ago they were refusing to even mention, much less enter into discussions about. 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以前同款，全是人真车，看起来真平静。不过经济危机正在变严重。最新官方的统计显示，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增加77%，创下2战以来上悬的纪录。民众的生活压力愈来愈沉重，伊朗政府未来恐惊会拄到更大的社会政治压力。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罗西亚展会又搁攻击乌克兰，因派出600多架无人机发射73粒的飞弹，至少23个人死亡，100多个人受伤。乌克兰认为罗西亚会继续攻击，叫民众都爱细致。联合国嘛要求罗西亚爱随停火。天未光，基辅市区开始淡水雷爆炸声就对得来。初二半暝，罗西亚对乌克兰乒乒乓乓飞弹射袂煞。根据乌克兰官方的数据，罗西亚规暝派656台无人机，也有射73粒的飞弹，其中8粒是防空系统真226来扩招及音速飞弹。包括基辅也有第聂伯罗在内5个城市，拢正做攻击的目标。敢若是基辅，到5间的病院、人家厝，也有商业大楼去用击着。若是车烧起来，佫设入去建筑物内底。有4万多人赶紧秘入去基辅的地铁站，创下这几年来伫咧半暝防空警报弹的期间避难人数上悬的纪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拍影片说明灾前，甲大家警告会有更加多攻击。Ми знаємо від розвідки, що масований удар може бути і цієї ночі. Будь ласка, дуже вас прошу, звертайте увагу на тривогу. 这是罗西亚无到1个月来对基辅发动第3摆遮尔猛的攻击。罗西亚指控乌克兰直直攻击罗西亚的石油库，佮加上乌克兰东部目前有一个去互罗西亚占领的城镇，一栋大学的学寮去用击着。罗西亚认为就是乌克兰做的，嘛放掉会来展开攻击。针对罗西亚的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初二透过发言人发声谴责。Once again, we emphasize that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s are prohibi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must end immediately. 因为即马伫中掠中号的美国嘛掠袂啥会调，俄乌双方即马伫地面是战甲地噗噗，罗西亚军队推进的速度有变慢。若乌克兰是加大对罗西亚人员据点空袭的力头，互双方即马是伫咧天顶愈拍愈热。若防空系统资源遮尔欠，乌克兰的民众也佮有主要的城市恐惊就要继续承受战争的苦楚。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来关心缅甸北部近日来发生大爆炸，有要60个人死亡，100多栋的人家厝受损重。控制当地解放军承认讲是炭坑的炸药无细致爆炸造成的，不过这风险煞是爱无辜的百姓来承担。真大爆炸威力用要改变缅甸北部南坎镇的地貌，就100栋面黑被炸毁，车变轨，现场路苍苍。意外发生2天了后，怪手继续伫土石堆内底咧挖，居民救援人员无放弃走找失踪者，暗过未少人等来，说是亲人不幸的消息。
互当地人搁较条件是，真侪人一直到爆炸发生进前，往早徛街附近，竟然有大量炸药，真大冲击波一年把扫过社区，不少人根本未负逃生，诸多伫眼前正做病地。Alam Jiji mapit de hamyo so no matase chimu bono. Alam talo shi alam pa kwa mu re so ta jai mo lama be le no. Badu ma so le alam aro. Ta ku ro ane ne amyan no phit ma bo no. 抗战当地反恐军导航民族解放军承认采控爆破的炸药意外引爆，自2011年军事政变以来，缅甸陷入全面内战，军政府甲各地民主武装继续交战，控制边境地区的武装势力拢爱靠吉亚、红宝石、稀土矿甲其他矿产开采维持财政来源。导航民族解放军也是其中之一。这武装组织是三兄弟联盟的重要成员。这几年透过控制矿区甲贸易路线，在北部地区建立较完整的行政甲经济体系。不过，在缺少监管甲安全标准的情形下，矿区事故、炸药管理系统甲公安意外，也正做当地居民长期承受的风险。特别的卡嘛看晒呀，你靠啊中队呀啦，就那都咧对呀龙啊，到识别时下讲的，生意时下讲的，比如咪说就那都外界这也不老。颁布他把南巴些就那都大差没大数的。事实上，导航民族解放军捌伫2004年接受中国赵总甲缅甸军政府达成停火协议，不过同年又重新发动攻势，搁判夺出北部有名红宝石产地蘑菇。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伫缅甸内战扮演关键角色，搁因为边境安全、经济合作甲区域稳定等考虑，互反恐军甲政府军双方无共款程度支援。公司新闻陈秋梅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一间饭店车衫传出严重的火灾，造成至少21个人死亡，超过7个人重伤。画面内底当看到规栋饭店是烧甲乌乌，当然更紧嘛看现。这件火灾发生在当地早起9点左右，那像是为1楼开始导火，了后就炭烧了真紧。地处大小的人客掉伫内底，有的走袂离，甚至有2个人直接为3楼跳落来。这场大火伫当地时间差不多中昼拍发，目前警方初步调查，怀疑有可能甲1楼的餐厅有关系，那详细原因也要调查。去年伫英国有一个嫌犯为着要抢一个大学生的手机啊，却是甲这个学生杀甲重伤。当时这个嫌犯竟然是做菜的化疗贼，而且这警察互伊骗甲圆死。若是无赶紧救这个学生，煞阁摕手铐甲铐起来，落尾手这个学生不幸死亡，引起民众的抗议。那英国首相史凯尼已经要求独立警察办公室要进行调查。You've been stabbed? Whereabouts? Don't think you have, mate. I can't breathe. Put the hand in the cuff, mate. 18岁查甫大学生罗瓦克艰苦甲倒伫涂骹，强要无法度喘气。接到报案的警察南安普顿所相信涉及到加害者狄格瓦的白贼话，讲伊家己才是受害者，所以警方毋那无为重伤的罗瓦克送急救，等到所甲伊铐起来，等到发现伊的目睭人对光线无反应，才知影代志大条啊！罗瓦克不幸当场死亡。The way he was treated was inhumane and degrading. 身为社区教导的狄格瓦，用伊身躯在合法的仪式用刀，杀死无熟悉的大学生，一切一起互南安普顿皇家法院以无杀罪判终身监禁，上少爱关21档。不过，伫警方公布随身摄影机的画面了后，民众是非常的愤慨。警察伫现场处理的方式，嘛，互在野党摕来甲2020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弗洛伊德案来相比拼。We've brought in what is called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in favour of ethnic minorities over those of white people whose families have lived in Britain in many cases for centuries. I'm not a racist at all, but it always seems to be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Everybody's, we're just sick of it. We've had enough. 原本是数百人对数行李罗瓦克的活动，了后缩场面失控，演变成一场警民对立的冲突。警方使用红布盾牌、佮喷咸姜仔水进行驱离、佮戒备，佮逮捕部分的示威者。英国首相史凯尼嘛要求针对警方的决策判断进行独立的调查。As a father of a 17-year-old boy, I felt sick watching it.
上时英国首相发言人嘛对外表示，并无骑上头马的警察任务。身为社区教导的工党议员德西，伊嘛谴责一寡政党想要利用这件杀人案，和英国的社区教来担罪。啊，若爱犯事当时执行勤务的警察，嘛有一个人已经辞职。公司新闻翁如梅编译。即马瑞典当咧讨论修法，拍算甲一寡重大犯罪刑事责任的年岁为15岁降低到13岁。原因是因为有帮派专门拐囡仔来犯罪。若这个法案按照这个月月中会送到国会表决，若通过，上紧7月会实施。瑞典要甲刑事责任的年纪修较低，主要是要因应这几年愈来愈严重的帮派犯罪问题。警方讲，犯罪集团用社群媒体吸收青少年，甚至有12岁囡仔参加趁机爆炸这款暴力犯罪。司法部长苏德堡讲，2005年已经有52个15岁以下的囡仔因为牵涉谋杀也是谋杀未遂接受司法调查。现时的制度已经面对严厉的挑战。苏德堡讲，真侪牵涉帮派犯罪的青少年，伫接受社福安治了，依然继续犯罪，显示以福利甲缴治为主的处理方式效果有限，就要来检讨有关刑事责任年纪的规定。Av de som har kopplingar till gängen återfaller över 90% i brottslighet. Det är förfärliga siffror. De återspeglar ett stort, kan man säga, socialt misslyckande och rättsligt misslyckande för vårt samhälle. Stockholm 北部的特殊监狱是为着关押青少年暴力罪犯来重建的3座监狱之一，目前正在装修，通来因应这项争议法案。和大人监狱相比，这个监狱上大的挑战就是要安怎为未成年的受刑人提供拄好的环境甲支持。毕竟内底有人也毋捌离开过父母。监狱长讲，16岁以下是接受义务教育的阶段，所以狱中的生活以教育为主。无代志的时阵，囡仔会当看电视、耍电动，也是去健身房运动。监狱会伫每暗8点到第二天早起7点上锁。The discussion is, do these juveniles need soft toys or not? These are people who have committed serious crimes, but still there are young adults. Some even could be at that point that some of them doesn't have reached puberty yet. 不过，这项提案嘛引起争议。几个儿童权利团体甲相关机构认为，甲13岁囡仔纳入刑事司法体系，可能对身心发展有负面的影响，甚至增加再犯罪的风险。因主张犯罪的囡仔永远嘛是帮派利用的受害者，政府应该优先强化家庭教育甲社会支持体系，毋是用降低刑事年纪来解决问题。瑞典左翼党嘛表示反对，认为安尼做无法度按根本阻止帮派犯罪，颠倒可能伤害瑞典长期重视儿童权益的制度传统。法案敢会顺利通过，搁要等国会审议。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即马 AI 当发展，若是好好使用，会当成做人类真好的助手。尤其即马长期照护的骹手是真欠缺。伫美国有一对翁仔某，翁婿脑着伤，还佫有失智症。因牵手嘛破病，将 AI 机甲照护机器人加入因的生活，负责一寡较重复性的工课，毋但减轻照护者的负担，嘛互因的生活加较利便。Do you want to exercise now? Please answer yes or no. Yes. 住伫咧新罕布夏州的布莱恩，2012年因为车祸造成创伤性脑损伤，而且佫有失智症。好在有机器人罗比会斗相共，而且会当过规律的生活，包括洗面、食饭、运动等等。And Robbie right now does 27 unique tasks for Brian's care, which represents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8 3/4 hours of what would normally be done by me or by a human home care aide. 囝仔因某布兰达本身是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嘛有行动不便的困扰。因两个人得到官方批准，每礼拜112点钟的照护时数，啊，毋过实际上连20点钟的服务都申请袂到。为着弥补当照人力不足的问题，新罕布夏大学参与这项机器人计划，甲照护者负担减轻。So our goal is not to replace a human caregiver, but to use technology such as robots to provide complementary care, where we know that
caregivers often have to perform a lot of repetitive mundane tasks. 研究人员就表示，足侪失智患者因为得袂到应该有的照顾，最后应用互送去机构。即马有辅助机器人，因嘛当维持独立的生活。I enjoy it actually. Like I said, he comes out and reminds me to get a hydration drink. When I want to, I can just say yes. But when he prompts me to do exercise, it's actually helped me lose a couple pounds recently, and I just think it betters my overall health. 希望机器人无法度真正取代人类，啊，毋过对布莱恩翁仔某来讲，罗比互因真正的帮助，比任何人搁较实在。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节目的最后，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妮，祝各位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